日極致之旅 ，CEO 親自踩線嘅 VIP 行程，坐全中國最豪華內河郵輪穿越三峽大壩星船機、長江探索號加武漢、九寨溝、西藏，跟住翠明即刻出發。第一程香港飛武漢，登江南明樓黃鶴樓眺望長江，再去東湖櫻花園睇過曼珠櫻吹雪，浪漫到爆。晚餐嘆喜舍黑珍珠餐廳將非遺手藝變身精緻料理，連續2晚住泛海費爾蒙酒店，私密空間叉足電。第二程重頭戲，登上全國最豪內河郵輪長江探索號，直擊三峽大壩世紀工程，喺世界上能夠通航星船機嘅最大郵輪上，親身坐電梯穿越三峽大壩星船機，感受同人哋不同嘅三峽魅力。穿越大壩之後，即係睇見西寧峽壯景撲面而嚟。船上食 CEO 同款私房菜，船員服務貼身過管家，入住 CEO 欽點嘅江景套房，瞓喺床上睇盡無合水墨畫。三峽行程中可根據自身愛好嘅選擇，輕鬆行山渠塘峽古道，或登頂神女峰睇天下第一險。第三程郵輪停靠重慶，直闖世界遺產大足石刻，睇震撼千手觀音。夜晚喺百年洋樓首座公館食重慶官府菜，立得優雅。第四程未玩夠，唔想返香港，翠明 VIP 仲可以揀2地點繼續去玩啊！你可以去西藏睇春季最美桃花冰川柏湖，或者去九寨溝睇冰雪融化後嘅九寨溝翠湖彩林。西藏桃花季嘅貴賓從重慶直飛林芝，採用低海拔進藏策略，輕鬆適應高原環境。第一站直奔加拉桃花溝同魯朗臨海，漫山遍野桃花爆發，好似置身粉雪童話世界。再深入波密玉許桃花溝，捕捉小眾原始花海，每一秒都係明信片級別嘅浪漫。行程升級，帶你輕徒步江雲杉林，直面米堆冰川嘅藍冰奇觀，再沉醉於藏東最大鹽污湖嘅絕美倒影，仲有神湖巴重措嘅寧靜聖潔。再到拉薩，感受布達拉宮嘅震撼同大超子信仰嘅力量。最後返到成都，漫嘆西南都市嘅悠閒時光，從容返港。唔去西藏，可選九寨溝線，先去成都熊貓基地睇睇萌爆國寶，再一路向北，穿越綿陽、江油、平武，探訪詩仙李白出生地，感受唐風詩意與人文氣息。並重點深度遊九寨溝嘅春天冰雪融化，翠湖重現寶石光澤，蝶瀑重生奔流，彩林同雪峰相映，簡直係自然奇觀嘅神級畫卷。全港獨家安排，無論西藏定九寨溝團，壓軸必食中國唯一頂車火鍋盛宴紅頂焰火鍋，喺劇場級嘅環境沉浸式品嘗精緻川美，真係視覺味覺雙重暴擊。翠明假期長江探索號埋西藏九寨溝，春季賞櫻團桃花季，快啲解鎖你嘅專屬奢華體驗啦！